会知影本岭观景台和停车场已经抢花真侪民众，大家穿袖袜伫碰石爆发和毛巾，未来等到洗。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冷哦，比想象中冷很多。对啊，手都冻僵了。我快要变成冰块了。很冷哦。等一下，说不定可以看到下雪哦。囡仔讲，桥要变做冰角，受到冷气团影响，本岭透早干那1度到2度，就算气象局预估，这波冷气团算大响，落雪机会无真悬。不过民众嘛是想要去山顶看运气。想要碰运气，看会不会下雪，有可能有会下雪的机会。对。上山的感觉怎么样？好冷。水气无够，保落雪，民众今日当伫咧观景台翕相流气添。气象局讲，这波冷气团飞流上强的时间点会伫咧拜六礼拜2天透早。那山顶低温，中部以北含东北部，卖降到剩15、6度。伫到后礼拜20号，这慢慢变小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